讲到这个用水情形是愈来愈热烈，台中苗栗伊是初六开始施行送水5天、停2天的限水措施。新竹也有部分地区是用苗栗的水，近大约有465户受到影响。县市政府是透早就来传好临时的供水泉，要让欠水的民众有水通喝用。店面特别停水啊，民众赶紧把宝贵的水留落来，欠啊用。水情较热，台中苗栗今日已经开始分区停水。过去集水至苗栗水库的新竹县市部分地区，即马嘛就要开始限水啊。要准备清水器来放啊，然后放饮水机啊，啊若无就是爱下迄落咱买的迄落大罐的。洗澡水把它储存起来哈，厕所用那个洗澡水把它那个冲就好了，就2天这样把它克难克服啊。即届新竹地区受停水影响的，除了有新竹市2个里，还有新竹县宝山乡的宝斗里。自来水公司一透早嘛派人甲乡公所做伙提醒民众停水的时间。节约用水的同时，也必须要做好一个事先的做一个备水的一个动作。为了减轻民众无水通用的不便，停水范围附近嘛设有紧急的供水点，逐天早起8点到暗时8点，提供有需要的民众取用。暗过嘛是爱提醒民众，可花时期更加需要专门准则用水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